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咯》，我是高本。唔知大家对高雄的六龟有样板的印象呢？喺冬天去泡温泉，也系讲平时呢去个好山好水去聊聊。更加有一群人为到一本六龟有无穷的景观，有无穷的风貌，摕个三样代表哦，都在今年代表努力的方式同内容系乜嘅呢？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资深文化创作的负责人许金美先生阿伟来到节目底部，好好同大家来小解哦。马上就来分享我的阿伟。高本好，大家好，我是子成化创造的执行总监许经纬。哇，分享阿伟哦，来到六龟那边地方差不多1个月呀。去年我们从去年就进行六龟的地方的计划今年是第2年。不过，像是外面的人进入到六龟要给梯房上的人对你们会有抱持着什么样的期待？还是说其实他们对你是很抗拒？会这样吗？其实去年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队的成员，他是六龟在地的青年，他们家族本身在地就非常的有一些声望了，对，所以也在我朋友的邀请底下，我们就进入六龟，所以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你能带来哪个某样的东西本六龟要给梯房呢？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变化？我们只能说不敢说太多的变化，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影响。那影响就是我们在第1年度的话，我们是培育六龟地方的种子讲师。为什么要培育地方种子讲师？是过去很多的不管是官方的计划，或者说民间的旅行业者，他们把外部的人带到地方消费以后，在地方上不太容易留下来一些累积。比如说像专业者，他可能退场了就离开了，所以对六龟本身留下来的比较有限。所以我们从去年度的六龟地方工作，我们就是培育了我们在地的种子讲师的职人，所以我们去年度花很多时间在做职人的培育，还有亲子的艺术扎根。对，那我们今年度的话，就是慢慢的去应用种子讲师在去年度的培力，我们在今年慢慢让他们有一个角色出现。就等于讲，你能来到鸦片，先请到人，然后栽培这些人才，本给变做欣赏，变成老师之后，再去让这些人在今年度的计划里面，去执行这些相关的可能发通啊，也要讲计划的一些课程，这些是这样子吗？对，当然我一开始我们有合作的专业的职人老师，这些职人老师他们都已经10几年以上的经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邀请我们去年度培育的地方乡亲，所以我们一样是今年的主力还是搭配着专业职人讲师的身份，但是我们去年度培育的种子讲师就变成专业老师的助手，就会协助带着大家，包括这个大家就是包括外部的游客，还有地方的一些亲子，我们就让大家让这个种子讲师慢慢的有一些实作的战场，累积他们的经验。当然啦，有天分也冇可能1-2年的时间就可以比得上19年的老师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观念很好，如变说给人边从助手开始，给人有这个概念了之后，算是实习嘛。对。那有一些想法就讲，那你们这些在地的种子讲师，猜听你能用满一请到给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类型？它还是原本就有基础？你们怎么去挑选出来？我们是公开广招英雄帖，我们只要开放，从我们去年我们是开放我们要办这个课程了，那只要超过多少个上课培育时数，就可以获得由官方颁发的种子讲师的认证，所以大家相亲就很兴奋，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办过，所以大家是依据自己的属性，可是并不是说参加培育课程的乡亲都没有专业没有，其实很多都具有老师的资格。去年我们是用金木水火土的概念来融入今年的计划。那但是因为很多的乡亲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专业，他们可能很擅长做皮革，他们可能擅长做木工其他的，但是如果他们对于我们在去年度所安排的培训课程他们不熟悉的话，他们就会相当的热衷他们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五行这个观念给他一个比较算是抽象的那种风水啦，一些的那个文化的一个概念里面，你们怎么把它同人现在的具体的实际课程做一个结合，又要跟在地是有关联的。那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吗？好，那我就总地来说好，比如说像我们去年的跟今年的，因为我们算延续性，那金的部分，我们把那个焦点我们放在聚落上面，聚落有很多的我们人们的生活样态，有很多的金属，有一些像是家庭杂货，有一些传统的农具，它跟金属有关系。打铁这样。对，还有些是伐木产业，他们也跟金属这种工具有关系。所以我们把今年度的蛮特别的做法是，我们把那个叫山城走读小旅行
跟职人的工作坊今年的推动，我们把它联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某一日的上午就安排了走读行程，比如说走在六龟老街上，然后下午我们就举办了金的属性的职人的工作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我们带了社会大众，我们去了老农、大乌龙族群，他们那边有直赖西，直赖西就是苏格兰的一个摄影家，那个约翰汤姆森，约翰汤姆森来到了老农，那所以我们就循着汤姆森过去的路径，带大家去走直赖西。那下午我们就用5行的水，我们来做一个染织。那大家染织的这个内容就是，乡亲们对于六龟的想象是什么？他们就把那个图腾自己画、自己绘制，然后就应用在这个手作的染织上面。土的部分，六龟有宝来陶。所以土地这个养分，它成为在88风灾之后，六龟在做地方培力，在做我们妇女的重新的复苏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也把陶土这个事情也融入到我们的手作课程体验里面。比如说像是这些逻辑这样子。金的有诶，木的也有了，水的也有诶啊，给木还有木跟火。木补充一下木，六龟早期是伐木业，对，那我们又有六龟坑道。对，六龟坑道现在就是市民大众会去小旅行的时候会走的路，但现在已经不通车了，现在是走人。但是我们就把那个木头的形象跟六龟伐木业结合。那我们今年度做的手作体验的这个作品，就当做这个小灯箱，大家回家的时候就提着灯笼，就慢慢的走回自己的家里，这样。那又跟六龟本身的伐木业产生了直接的关系。火的话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六龟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山茶产区，也有很重要的农特产的产区，所以我们把火这个意象跟食农做结合，所以它就是食物，所以我们有做了料理课程。对。特别是的是说，两条都按来谈分享，然后早上的是一个可能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带路的一个导览，那下午就是实际的手作。对，为什么会特别这样去做一个规划？会加强大家的印象吗？也还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连贯性操作上会比较方便？我觉得以我们团队的概念来说，那个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什么意思呢？其实好玩的实际是我们期望就是我们早上去参加一个主题性的小旅行的活动，下午就继续延续着上午课程的内容的深化手作，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事实上，我们一般的旅客并不是大家啦，但是大概有40%左右，大家其实他们会下午以后，他们会想要跑去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继续留下来参与一整天这样主题性的行程的人，大概占了60%，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对，所以大家其实会希望说，上午的课程大部分的市民很喜欢，但下午的课程做手作体验的时候，在地的民众反而他们的粘着度会更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发现。执行到刚刚6年嘛，所以这2年其实你们才开始在要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按来规划给吗？是我们其实在去年度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今年的工作结束以后，下个年度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同理，我们现在已经在想，下个年度有机会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累积在第2年的经验，再往下继续深化。对，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事。你们先莫讲今年就是第2年的先不要讲。第1年你们抽的之后，你们这个团队底部应该会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嘛？如果你们第1年觉得说最成功跟最不要讲不成功或者失败，如果最大的困难会是在哪里？我觉得，说实话嘛，说实话，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在于推课。什么叫推课？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做职人的培养啊，这个部分它其实都是占我们在地方工作的其中一件事情而已。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在处理的。那我认为过程当中最累的是我们要去揽客。No boy， 你帮你对。对，因为一方面是法规，因为我们不是旅行社，但是在旅行社算特许行业，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旅行社的方式去办，所以我们都是比较精致、比较少量，相对的，我们投入的时间就要更多。这个是我目前感受上面，这个是最让团队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大概都疏参与讲更加现在的一些法规跟制度面上的东西啦，就比较像是先天的
挑战。对，那另外是比较就是在旅行业上面，旅行业其实我们旅行业的朋友还不少，但是当请大家来帮忙推销六龟的时候，旅行社因为毕竟大家要盈利，他们就会评估说这个利润他们可以抓多少。对，所以有的时候地方的应该这么说好了，大部分的市民对于六龟观感就是走马看花。包括我问身边的朋友，他们没有被我拉去六龟之前，他们就会问说：“啊，六龟有什么好看的？”我说：“那你们过去都参加什么团？”他说是社区阿公阿嬷的廉价低价团。我说：“那你们当然不认识六龟啊。”所以后来可以发现是，如果我们要真的让社会大众认识六龟的话，我们的在地留下来的消费成本其实蛮高的。所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促进地方的经济的活络。不然，大部分的市民对于六龟的观感就是看看山，然后不知道看什么了。对，确实是安的啦吼。观众朋友，当然阿伟好安的分享，大家其实对六龟今年在做的事情有一个印象的哦。他呢今年做的事情有还有样板的内容，莫走开，等下继续来同大家详细来分享哦。前面一段阿伟同大家分享的，今年在六龟体系作为哪条的课程和推广的哪条的行程，本六龟体系参照的本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第二年今年又做哪条的事情来做六龟体房的体房创新呢？阿伟，你们第一年刚刚有提到了，你们有制作了类似很多的课程，就尤其是头头公的第一年培养的讲师已经开始走出来，一起出来了。那你可以再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今年可能呢这个六龟的这样子的一个营造地方的创生，你们做了哪些的事情？跟旁边的这个有关系吗？有的。好，那跟高本报告说明一下。好，我们其实一般市民朋友来说，对于六龟的想象不外乎是有山，对，就安家老农溪，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发现，那也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好。我们办了很多透过小旅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带了市民朋友去，刚刚有跟高本提到的，我们带了大家去大乌龙，依循他们在山林之间生活的逻辑，带大家去走山，看他们的传统的聚落，那都是一些市民朋友对于六龟地方的想象，大家会开始有一些憧憬，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脉络，慢慢的带入到当地的情境。好，这个刚刚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去年度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但是我们在今年度多了一个小巧思，我们把六龟的植物也放进来了。我们今年度多了一个补充的资讯是自然花艺不过这个待会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资料板上面的话，这个部分我会先暂时保留，好，这个稍后再跟大家做说明。很神秘哦。好，那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啊，像刚刚比如说像我们带大家去走了山城，走了大乌龙的族群，那我们就把它转化宝来陶这个元素，我们纳入了亲子的手作课程。像我们在画面上，除了这小朋友以外，2位小朋友以外的2位成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种子讲师。在地年，对，都是在地人，对，所以我们就从去年度的培力的课程，那今年度就让种子讲师们他们有一个舞台，一方面又是在累积大家的实作的经验。那这张的部分，这位是我们的专业的职人老师，好，所以在他的操作跟引导大家的这个材料的认识啊，还有大家对于作品怎么去塑形，甚至是在作品上面要刻出每个人的图腾，这个老师都会先做这个整体的解说，对，那这个是职人老师在带的同一个场合。好，那我们讲到金木水火土的木的部分，我们现场有一些实际的素材。这个我们摆在现场的作品，就是这位是职人老师，他正在带领大家操作木头。他们这个材料是可以分解的，分解开来以后，老师从了这个材料的构造啦，从这个木料的特性，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木料把它重新的组构成一个大家可以重新再建构
的这样的一个灯箱的概念。所以在我们这个办理活动的场次，很多的亲子，这个很有趣是。本地六龟的亲子是想象力是更巨大的，比起都市区的孩子来说，六龟本地的孩子他们受到吸引力是更敏锐的，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发现。好，那再来这档部分就是一样，我们刚刚木工老师上面的一些细部手作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是大家是非常的吵、热闹，因为大家。除了亲子以外，很多的年纪稍长的乡亲们，他们就开始遥想到过去他们在六龟山城中生活的集体记忆。有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对，所以透过这个不同的五行元素，让大家在现场的沟通讨论，或者是对于外部游客这些资讯交流上面，都起到了一个蛮大的影响。阿伟，等一下哦，更多也这个头头安尼分享到那个木箱，尤其喺拄到好天虫有看得到。那木箱同六龟给人懂梯，它的一些连结，包括头头讲的他们在地的一些长者给人会讲到以前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度是怎么样子的脉络？你可以再同大家说一下吗？因为长形的这个木箱，它做一个灯箱，我说真的龟是有看到有，但是都不是做成这样子，都是比较长形的，另外是有点像是灯笼那样子的一个，对。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今年度在跟职人老师讨论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去年度跟职人老师讨论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在做那个叫彩章便当，所以去年度我们做的是便当盒，今年度当然不能够再做重复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从去年的彩章便当的概念，我们把它延续了，就是当我们的六龟乡亲要回到家里的一个意向，那再来就是近年来蛮多旅外的六龟的青年回到六龟创业，他们有自己的小店铺，那所以在这个灯箱的概念上面，他们甚至会成为他们的扛棒，他们就把他们就写上他们的店名，然后这个模组化的东西就会成为他们的招牌之一。对，那这个事情也是在跟职人老师讨论的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在办理实际的手作体验的现场，有很多青年的朋友，他们确实也很精准的提出了他们对这个概念的连接。真是的，头头按你讲还没有想象，因为俺能看到一类，可是如果你想象它是10几个，你是人诶，按你穿红了，然后上面有下来给人在做扛棒，喊红了，大家给改红然后宽红了就很有气氛，对，甚至于说大家素拿顿就等于是一个活招牌了。对，对，好，那其实好像后面还有一些还没讲完对，那这张的部分呢是金木水火的金，金属。那因为我们带了那一场次的小旅行，我们是走在六龟的老街，所以六龟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历史建筑，像是红捆园。像是池田屋，还有其他一些100年的老店铺。那就刚刚一开始，稍早跟高本聊到的，就是早期很多的农业、农具，他们跟金属有关系。所以我们这张画面里面，这一位他是种子讲师，那这一位他其实是职人讲师的助理，所以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去用适当的形容方式去指导。来这边参加体验课程的来宾们，对，讨论讲用板去上课本也得来参加的民众更加可以了解讲我们要用板去做出什么东西，对，这些都是珐琅是老师欣赏之后也来讲在地的民众或者是来这边的游客做的。这个是老师作品。那因为我们去年跟今年不一样的是，我们去年的作品量很多，是因为去年的重点在于在地师资的培力，对，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跟大家借他们的作品来，但今年的就比较不一样。今年是我们开放让市民来操作，对，所以很多市民朋友的现场体验的作品拿回去以后，我们其实不太好意思再跟他们说作品借一下来展示，对，所以这是都是精工的部分就是老师自己的作品。讲到这个，因为前面的时间阿伟你也有讲到嘛，为了要让地方上有所改变，先从内部开始，来训练、采体验你，规划这些行程。那今年开始就已经是说向外推展了，第一年其实就有，但是今年会更多。那在宣传方面，你们有做了哪些的
努力呢？因为俺们拢伫讲六轨体去哦，其实好山好水，但是真是大忙眼对都市都会送到山当个地位去嘛。那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你们去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流程里面用到的宣传手法？哦，我们自己除了在我们自己团队的社群粉丝上面发布以外，我们还有跟交通部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是一起合作。对，那我们算是执行官方的这个工作的需要，所以官方他们花了蛮多的力道，在于官方体系的一些宣传管道。那同时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工作项目，我们是要拍短影音。那短影音我们今年度邀请的对象是沈文成。那也透过沈文成的角色，让很多的市民大众对于六龟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对，我想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面行销课程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唐公呢也给短影片还有得奖，也还共做了一些让大家非常惊讶的一个成果，对吗？是，对。我们去年度拍的国际行销影片是获得了2025年的日本国际观光印象季的亚洲区金奖，这是去年度的。但今年度的话，我们没有那种压力了，我们就做得开开心心的，我们就邀请了沈文成，好，请沈文成大哥来帮我们2天密集的工作，我们拍了3部的主题影片。对，所以可以发现沈文成他走六龟，跟他给他照咖，他非是给他录卡还 Q 走还 Q 对，因为他很喜欢去钓鱼，因为我们开车带他，就会说他什么时候年轻的时候在这里钓鱼，创作了哪一首曲子。对，而且他因为前一阵子拍摄的过程，在拍摄过程的前夕，六龟地区刚发生了很大的风灾，所以很多的道路都被冲刷都冲掉了。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很紧张，但是工作的排程，还有沈大哥他的工作排程，所以我们硬着头皮上场，所以还好路都通。沈大哥在现场几乎是刷脸般的存在，真的。大家看到他，你不是那个谁谁谁，然后他说，对，我就是那个谁谁谁，就是我们到各个区域，只要看到有市民大众的，大家在地的乡亲，他一看到马上都会有很高的评价，然后就很期待说，先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沈大哥你会来这边？那沈大哥也讲得很直白，就说我来帮六龟的乡亲们做行销。对，所以六龟乡亲们其实也非常的期望，透过我们在3部拍摄的影片内容，可以再为六龟多去做一些曝光。争取到更多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当初的初衷。对，观众朋友，讲到要这个，其实要2年了吼，阿伟今年做的事情真是大忙多呢，甚至于讲抢到一个名声，哇，来都六龟了，拍个无穷样的样片，本更多人可以看得到六龟，但是今年要2年的成果，还有哪家边还可以本大家第来看得到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收机哦。2年来，阿伟今年在六龟地区作为安道地方创生的内容很丰富，也都会成果会用版本大家看得到，也讲体验得到呢。继续来请教一下阿伟咯，阿伟，前面你这边介绍的这些成果，2年来一定的丰富，也其实累积了一定的知名度嘛。像包括刚刚那个有呛到沈文成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惊讶。打个岔，要请教一下董事。照你们的团队应该还算过后上啊，怎么会想到要邀请沈大哥来做你们的观光代言人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跟官方在讨论，就是我们要吸引年轻化，所以我们邀请了我们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伙伴是在地人江州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吉雷米，他是法国人，规划我国籍的，那也是行脚节目主持人。那我们在想的是另外一个想法是，文青对于六龟的吸引力，应该说六龟对文青的吸引力好像它并不会是国内旅游的首选，所以我们想的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的银发族很多，那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一个适合银发族这些长辈们都认识的公众人物？那我想到了我5岁同台过的沈文成沈叔叔，
我就把它列进去了。然后官方觉得非常适合，所以我就觉得哇，我没想到竟然我真的要找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循线，因为当时诈骗集团很多，我也是透过其他官方机构刚邀请到沈文成大哥之后，我就问了官方的承办人员，因为我说怕遇到诈骗集团，他就提供了他经纪人的联络方式，这是 OK 的，所以我们就透过经纪人，我们直接找到了沈文成大哥。那沈文成大哥他也非常的乐意来参与我们的协助拍摄这个事情。对啊，你像你都讲啊，邀请他来之后，过程当中甚至他也可以回想说，他其实跟六龟董事，他有拍过这么多外景的节目，他应该也有来过，会有哪一些印象？那在地人，尤其是你们头都讲真的锁定对的族群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有一些重逼嘛。那长辈看到他，除了说很惊讶之外，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让大家会有着追星的感觉？每一堂课如果或者是他有来，都一定那个地方会很多人这样子。对。我们像我们今年度我们在地方拍摄为期2天密集工作，我最大的印象点就是我们带去了宝来社仔角的人文共享空间，然后里面很多的姐姐们就会跟我们摇耳朵说，阿布依，过去这么多公司带了这么多的 KOL 来，唯独今天你们带来的沈文成是我认识的，哇，我就觉得哇，那我们真的是对象选对了，对，所以我们又到了很多的景点，像刚刚有跟高本提到，当时很多的路正在修，所以我们带着沈大哥，我就开车，他坐我旁边，我们到了一个哨口，我们把车窗摇下来，我就问了那个哨口的管理者，我说，请问前面有没有通？然后那个哨口的人先看着我。然后再看到了沈大哥，说：“你麦当手机拿起来先拍一下，一拍起来说前面有没有段我不知道，我这一段是通的，你赶快过去。”他真的是刷脸用的，真的，所以非常的觉得我们六位乡亲真的对于这种人情，还有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这个资深艺人的共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迄个本身也给沈大哥给本身代表的意义，就是俺能提奉送一种草根性，很亲切的土地的感觉，就刚好扣合得到。你既然对于那个观光的代言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你呢还有没有给刚才成果展现，还会有再邀请他一起来吗？当然，我们这次的成果展。我们是办理的时间，我们会在2026年的2月27号的连假，我们的地点会在新威游客中心，就是在我们刚进入六龟的门户，对，那个门口，对，我们会办在这个场域。那我们邀请沈文成大哥，他的身份就有点像是观光大使，对。那我们除了邀请沈文成大哥来以外，我们有邀请了在地的20间摊商，那包括了老字号的商号，或者是青年人口的自创品牌，但是它都是在地的品牌。那我们也有邀请了去年度，今年度应该也有获得了世界的合唱团的大赛，在地的尼布恩合唱团，尼布恩合唱团也会一起来做演出。那另外还有我们在地的龙兴国小吉他社的社团的孩子们也会过来一起参加表演。对，所以我们尽量是用在地的元素，那吸引到我们更多其他区域的，包括市区的朋友们一起来六龟，一起来新威游客中心，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年度在地方工作的一个成果。可是按你讲，你们那成果展提给还是连续3年嘛，连假的3天都在那里嘛？我们只有办第1天，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像给主持人，给高本刚看到的我们那些影像的纪实啊，我们在今年的1月1号到3月下旬，我们会办一个静态的策展。那展的内容都是我们今年度的地方工作的素材。那我们展期预计是在1月1号到3月下旬，在新威游客中心里面的静态策展。不过按那个团的都的那想法呢，其实真的也不用这么累，说连续办到3天，因为第一年就是连假的第1天。对。成果展睇大家過來看，第個人哋地步有某個內容之後，有興趣想到大家
第2天、第3天，吃起来都吧唧皮呀。你们的摊商就直接都大家进去，你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没错没错，对是。哦，真是简单。好了，我也很会，没有啦。可是那这样子，你能讲替你的成果展，不单只有展现，给摊商给后面摆一类市集，有一个市集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或者是在那边购物。对，那我们今年度跟官方讨论的方案也是，我们把市集的摊位我们设在新威游客中心的新威游客中心跟新威森林公园，它是同一个场域，里面有2公里长的桃花心木的步道。对，我们就把摊位设在桃花心木下，所以那个氛围看起来会非常的特别。哇，能先从有爱提供大家像你们这个拿的那个木箱去提着去拿个扛棒在那边拍照有没有？其实也规划。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多预算。跟官方讲，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所以我们明年度可以考虑看看，把一些可能可以发生的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可能我们可以在第3年把它纳入讨论看看。真是的呢。那关于这个成果展，还有哪一些细节，或者是说Go-Keep 的亮点，我同台嘎再分享一下的呢？亮点啊，亮点我们把它认为算是我们去年度的延伸。去年度我们的主题是五行五感逐流归乡，我们今年度继续沿用逐流归乡的概念，但是这边刚高本提到的是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我理想中其实是希望在今年度的成果发表会的时候，我们邀请我们培育的地方职人们，他们都会有他们专属的战场，来直接带活动，但是发现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能量还没拉摆。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下个年度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希望我们来加强，来扶植大家的事情。爸爸，本来如何？因为像前面提到的时间就有讲到，要给地方冲绳的皮肉，它不是1年6年都做得到。如果真的是做得到，你就是甘拜下风，你可以不用再6个月扛你腿吧，那讲拢可以。但是真的有一些年的东西，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让它成长的。那关于这一点啊，从前面的时间有讲到五感之外啊，英雄底度我还有记到一个是花艺还是什么，也是今年的亮点，对不对？对，自然系花艺。那为什么我们取自然系花艺是，这是因缘际会啦。因为除了五行以外，我认为五行它要往下扎根以外，它应该会有其他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它不属于五行。但是它却是深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所以我今年度因缘机会的一个朋友，他同时有德国自然系花艺，还有日本花艺师的资格。那他自己本身他很不喜欢做商业花，但是那个是他收入的来源。他比较喜欢的是做自然系。那自然系在台湾的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主流，大部分联想到还是商业。但是我带他去走过一次我们山城走读小旅行的时候，他非常的喜爱六龟的山林的元素，所以他一直在积极的游说我，有没有办法把山林的花艺带进手作的体验？我觉得哇，他们这样一提的时候，完全切中了我想要增加的这个元素之一。所以我们今年度带的一个主场，我们带去了大武垄的山林间，我们上午带大家走山间林道，我们下午带着大家去走山间林道里面的植物，然后我们就直接带到公廨，还有我们的那个旁边的小宫庙里面，我们去做实际的演练。所以大家结束以后，每个人都有一盆山林的赏赐，那个花跟那个植物，对，我们增加这样的意象。那这个花艺师，我们在刚刚提到的我们静态策展里面也会有他的作品一起做呈现。嘿啊，其实讲到一个自然花，其实伊也唔单讲讲原住民也那一族群，那这个在客家这个族群方面，其实在我们所谓的六堆 Tiki 底部，屏东的内埔啦、竹田啦、长林落这些地方，其实台北就有类似利用自己居家的一些环境的民俗植物，伐啦呀的去做蝶盘花这些的一个传统文化。对，那其实，在六龟这边，它也可以有相同的意义被这样子诠释出来，只是你能用自然花艺这种手法，所以在生活站底部也可能懂。对，是。哇，再补充一下，跟高问题补充，我们刚带着市民朋友进去老农的山林间之前，我们会跟在地的朋友们，我们先去公廨里面跟
跟阿力组，跟那里做一个祭告做说明，所以我们整天会后，我们的哲人老师把他亲自做的那一盆自然花艺的作品，我们就直接供奉在老农的公廨里面。那我们这个举动让2位老农的平埔文化大武仑族群的文化复兴工作者，他们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们过去的花都是去市场买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公廨后面的山林，它就提供了这么自然的元素，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也开启了我们在地乡亲的一个不同的视窗。所以讲，尽管里边有这么多丰富的文化内容，包括可以好教、好料、好吃的，全部拢在今年的228连假给时间。第一年哦，不是整个3天嘛，第一年你看那在新威游客中心这边，对，可以看得到你的那成果，是，一定要去老聊一下，哎呀，哇，观众朋友，谈到鸦片，还没迫不及待想要等到228的连假呢。第一年记得到，只要是路边过去，俺的新威森林游客中心这边，都可以去看到，阿伟今年也2年了的成果，以及俺的未来6个地区还有样板的可能性哦。今天再一次感谢阿伟，带来很精彩的故事同分享，多谢哦。谢谢主持人，谢谢高本。多恰代卡，我是紫橙花创造的执行总监许经纬，再次欢迎大家。2026年的2月27号，在新威游客中心，我们举办了成果发表会，欢迎大家来现场。哦哟，来去老了之前，共用天天俺们欣赏来运动一下，顾自家身体健康咯。希望俺们福起来节目的乡亲好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客家电视台频道，顺势天数分享出去哦。